你好啊，今日咧係2025年嘅5月28號啊，咁就想同大家講下啲財經新聞嘅解讀。咁第一個咧就想講下啲叫做新盤嘅動向啦。咁嚟緊咧有幾個新盤咧就會係出嚟咧，咁咧就係去大家互相去爭下啦，就包括黃竹坑嘅奧臣啦、沙田嘅 Unit Residence 啦、啟德嘅 The Henley 啦、啟德嘅花與海啦、啟德嘅維港商轉啦，同埋係屯門嘅海和山。咁啊講過好多次啊，即係因為嗰個低利息啦，同埋市場氣氛嘅好轉咧，令到有啲盤咧唔係大肆宣傳咧，都賣得嗰個金額都唔細。譬如黃竹坑嘅奧臣啦，單日去標售17伙，咁係可以套現到10億500萬。咁啊10億5千萬，咁啊呢個係幾厲害，亦都創咗嗰個尺價咧係成48,000蚊。咁呢個係一個唔低嘅價格啦。另外有一個大手客買2伙嘅係一個外籍人士啦。咁啊跟住咧你又睇到屯門海和山咧陰之咁樣，尋日又賣到9伙，又套現到4100幾萬。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唔敢講係一啲信號啊，而係有啲人係用真金白銀啦去投票，用錢去投票。咁但係個現實又係世界又睇到嘅，喺嗰個二手市場咧，又係有部分單位咧就創新低。因為點解咧？現在去賣樓咧，二手樓如果你有玩嗰個叫九追九尾啦，即係你個價格唔夠吸引嘅時候咧，你又會係俾一手樓去搶晒。但係睇到咧，一手樓現在咧已經係有部分發展商咧係將佢嗰個價格咧就往上調，即係包括尋日講嗰個叫做黃金海灣啦，咁已經係向上調。咁啊現在咧就係睇下究竟向上調係可唔可以賣得到啦？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好關鍵嘅事情啦。咁啊呢個就係講緊住宅嘅物業啦。咁啊調翻轉頭咧，嗰個零售市場又點咧？零售市場咧其實都有少少好轉，因為喺差餉物業估價署咧就講緊啲商業零售樓宇嘅呎租咧，由今年1月最低嘅，譬如港島90蚊6毫，升到咧2月112，3月106，九龍咧就91，就升到現在100蚊。新界咧由99.7就升到去102.7。咁我諗相信咧4月5月咧嗰個零售市道咧有機會咧係比早2個月咧就會係好翻少少。咁雖然大家都成日都睇到有好多老牌嘅餐廳啊，或者有啲茶餐廳或者餐飲啊，或者老鋪咧就係結業啦。咁嗰啲根本跟唔上時代，或者係服務唔好嘅，咁嗰啲結業咧係一個叫必然嘅趨勢啦。咁啊，第二個想睇嘅咧就係講緊領展啦。領展嗰個收益咧，其實就比上年咧就升咗4.8%。咁啊，呢一個咧睇到嘅。咁佢哋用咩咧？就係唔係去維持嗰個租金水平幾多，而係希望咧減租咧，去令到嗰個空置率低，去增加呢個收入。咁除此之外咧，領展咧都買咗內地有啲商場啦，譬如深圳福田區嘅中心城咧，佢就買咗。咁呢啲咧係可以彌補到咧部分咧香港收益裏面嗰個損失。但係成個叫做現在嗰個消費咧就非常之得意，非常之得意就係咩咧？通常以前經濟差嘅時候咧，嗰啲快餐股咧嗰個盈利咧就會係唔錯，即係大家樂啊、大快活啊、麥當勞啊、KFC 啊嗰啲咧就會係好。但係今轉咧就唔係，大快活咧就發出盈警，佢話嗰個去年嘅今年係比上一年咧賺少咗30%，唔會超過30%。咁啊，俾咗一個
刑警大家睇。咁佢就話咧，最主要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香港人外遊嘅消費趨勢咧，就係成咗型。咁呢個咧，我諗係冇辦法嘅，即係避都避唔到啊！即係等於澳門人過去珠海消費，新加坡去馬來西亞消費，德國去捷克消費，呢啲嘢咧，我諗係避免唔到啦，或者甚至無，如果係美國過去墨西哥嗰邊消費，我諗呢樣嘢咧已經係好難去杜絕，因為嗰個價格差實在太厲害。咁啊，香港你要走去同佢鬥平咧，就比較困難。第一，嗰個租金未調整到啦，喺嗰個商業物業裏面。第二，喺個人工裏面咧未調整到，因為香港現在去請啲叫做外勞啦，餐飲業咧，咁佢就話你要出嗰個人工咧，你要係比現在嘅工人高先至可以請，因為咧咁樣咧先至係證明咧你請唔到人，即係話你香港嘅侍應15,000蚊，你起碼咧都要出15,000蚊以上一個人，你先至可以請呢啲工人。咁但係你除咗請呢個工人之外咧，你仲要係包食，唔係包食啊，包住啊，要去先至得。咁所以咧係啲大集團咧先至會做得到啦，會請到啦。因為咧現在譬如最近期我都同一啲餐飲集團佢嘅 CEO 啊、太子爺嗰啲去傾咧，就話佢哋會租一啲宿舍啦，就係俾呢一啲咁嘅同事就安排車咧，就接送佢去旗下嘅酒樓咧，就去返工。咁因為香港就算你肯做嘅嗰啲咧，好多就上咗年紀啦。第二，佢哋因為以前覺得揾唔到人去代佢嘅時候咧，佢哋又唔憂做啦，嗰個服務態度又好差。咁之前曾經試過咧，就話嗰啲餐飲業咧就唔敢得罪嗰啲做洗碗嗰啲。咁如果得罪咗洗碗嘅時候咧，調翻轉頭咧，可能係個經理咧需要咧，即係會輪流咧，就係負責埋去洗碗。咁呢個咧就係講緊香港。咁最近咧去咗一轉倫敦酒樓啦，咁發覺咧現在嗰個人手咧就充裕咗好多，會見到有好多服務緊嘅人咧，嗰個年齡咧就大幅下降，由以前嘅我諗60幾接近成70歲咧，降到現在咧好多係40零歲。咁你會睇到咧，即係唔係話歧視啲老人家啦，始終上咗年紀咧，真係手腳慢、反應慢，呢個係現實嚟。同埋第二，個個都做到滑晒牙啦，唔珍惜份工啦，咁令到嗰個服務咧係差咗。咁換咗嘅時候咧，的而且確係好咗啦。呢個咧就係講緊香港嗰個生產力咧係需要再去改善啦。咁最近亦都睇到啦，嗰啲有啲紅 van 啦，就轉綠 van 啦。轉綠 van 嘅時候咧，就請唔到司機，請唔到司機咧，就要揾內地嘅人落嚟做司機。咁我諗咧，最嬲尾咧，呢一個司機嘅行業咧，如果喺香港咧，可能最嬲尾都係會被淘汰，由司機就變成一個無人駕駛。咁現在咧已經係有一啲路線啦，好似喺錦繡花園咧已經係出現有啲無人駕駛嘅巴士出現。咁有嘅時候咧，其實就真係方便到嗰啲居民，因為嗰啲路線咧又固定啦。咁嗰啲人咧係嗰啲居民咧又習慣咗點樣去搭呢一啲交通工具咧，有機會慢慢咧就係將呢一個交通嘅問題啊，即係人手短缺問題咧，就係去解決。咁呢個咧就係講緊叫做喺嗰個零售裏面，即係餐飲業裏面，香港面臨就係人口老化。人口老化咧就不得了，所以尋日咧就會有一個叫做
工作組啦，即係香港最叻就玩工作組咧，就係叫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咧，就係講一系列嘅措施咧，點樣去改善嗰個叫做成個經濟，香港嗰個經濟。咁啊，除此之外咧，咁我就想講下關於啲叫做高層嘅薪酬，公營機構高層嘅薪酬。咁啊，最高係邊一個咧？最高咧就係機管局嘅行政總裁啦，薪酬福利咧夾埋咧就1137萬，金管局嘅總裁咧就1051萬，貿發局嘅總裁咧就788萬，旅遊局總幹事咧就739萬，醫管局嘅 CEO 咧就686萬，積金局嘅行政總裁就超過500萬，消委會嘅總幹事咧就係324萬。咁啊，消委會嘅總幹事咧就相當於政府首長級薪級嘅第4級，即係月薪介乎咧就25萬6到27萬2。咁其實咧呢一個叫做香港政府咧有好多呢啲職位，即係譬如係有一個叫做類似中央政策組嘅顧問啦，咁嗰個咧都係收成300幾萬。咁啊，以前有議員都唔做去做呢啲顧問，咁其實係一個好唔錯嘅收入啦。咁啊，香港喺好多年前咧，呢一啲咁嘅機構咧，有人就譽為啦，呢啲係叫退休高官嘅俱樂部。咁你睇下啦，以前港交所啦，曾經請過鄺其志先生啦做香港交易所嘅CEO。咁咧，佢冇呢啲咁嘅證券嘅經驗啦，股票都未買過，因為你諗下啦，佢哋做政府工嘅要去買股票，你要去申報嘅，又未買過股票，又唔知道金融嘅操作嘅時候，都可以做到 CEO。咁會唔會令到人真係覺得係真係成為高官退休嘅俱樂部咧？亦都係一個叫做私相授受啦。因為今天我開咗呢個位，有呢一樣嘢嘅時候，我咪去做咯。等同好似西九文化局啦，又係一啲 A.O. 過去坐嘅馮程淑儀，咁又係幾400-500萬年薪都走唔甩㗎啦。咁啊，個個咧就係超級高人工，但係有好多嘢咧又唔需要睇 KPI 嘅，入咗去做，起碼做幾年。咁啊，有時有啲咧就係雙重啊，因為點講咧？有啲係退咗休過去做嘅，又有長俸，跟住咧又有現在又有薪金。咁呢啲嘅時候咧，就令人難免諗到咧，就係有好多叫做延後利益啦。即係香港嗰個以前叫做全聚科啦，或者即係現在係管人事嗰啲，係唔係應該要揸緊一啲咧？揸緊一啲係乜嘢咧？退咗休係唔係咁輕易要俾翻佢去做其他嘅工作咧？我覺得唔應該咯，因為第一，你掌握咗好多政府內部嘅資料，因為你以前係嗰個部門嘅首長，你知道裡面有好多資料。咁有啲私人機構請你嘅時候，你無形中你都係將政府嘅資料咧係泄露咗俾佢。第二，你以前係嗰個部門嘅首長，以前你提拔過啲乜嘢人嘅時候，嗰啲人會唔會賣你帳咧？點解要賣你帳咧？因為當佢退休嘅時候，可能又會受到另類一啲照顧，又係另類一啲叫做延後利益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咧其實就好有問題。咁喺以前中國嘅帝王時代啦，成日都要講係咩咧？一個叫做門生啦，即係你跟邊一個嘅，跟邊一個嗰條線嗰條軌腳係非常之重要。咁就令到咧好多嘅關係咧就千絲萬縷。咁啊有門生嘅制度，有好有唔好啦。好嘅時候咪扶搖直上啦，唔好嘅時候
你就好難咧就係會過檔啦。咁啊，最不幸嘅就係好似以前有一個儒生啦，叫做方孝孺啦，大家成日都聽叫做誅九族啫。調翻轉頭，最經典嘅咧就係誅十族，即係有一個皇帝就話方孝孺有即係詆毀咗皇帝啊，有啲嘢佢唔認同嗰個佢做皇帝啊宗族嘅問題咧，咁啊佢死都唔認錯啦，咁咧係被去到咧就係誅十族。誅十族第十族就係咩咧？你所有嘅朋友認識嗰啲，你都要死，真係差唔多連佢拖隻狗咧都係要死嘅。咁咧就係誅十族。咁呢個咧就證明咧喺內地啦，即係好多時候以前咧嘅考試咧，點解要做咁多嘢係防止到作弊，防止到佢哋內定邊啲門生係會做到考中高中，成為政府嘅要員咧？咁啊，佢哋包括咩咧？題目就要好嚴謹去出啦，跟住去赴京去考試嗰啲，又有好多工作，包括你寫完之後咧，仲要係有人幫你謄寫一次，因為擔心咧改卷嗰個咧認得出你嘅筆跡，或者係寫咗啲記號裡面咧，令到人知道咧你係邊一個。咁但係你有政策，佢又有對策啦。如果你睇過最近今期嘅慶餘年2期，就講緊啲考試啦，考試無論點樣精密計算都好啦，都會有人去搞到去做作弊，即係改卷又打啲記號喺度，直情係改晒都做到。咁呢個咧就證明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面咧，好多時候咧都係會有一個叫門生啦。咁啊，即係講白啲，即係以前嘅，譬如陳方安生嘅手袋黨，跟住到後尾林鄭又係一班女將，呢啲佢哋自己有佢嘅班底，呢個一定係，即係每一個人去做嘢都會有自己嘅班底。你話大公無私，唔係用人為親，冇可能咯，因為我都唔知我招翻嚟個人究竟會唔會扇我一鑊。咁我哋睇一個人咧，即係喺個機構啦，要站得住腳，要令到人去信任咧，最起碼咧都要3年，佢先至睇得到呢個人嗰個德行係點樣啦。咁啊，頭先咁多嗰啲機構，佢做開政府官嘅，其實會唔會帶得到好多新嘅思維、新嘅想法去呢啲咁嘅公營機構咧？我諗就好難啦。咁你話要去招嗰啲私人嘅叫做開從商嗰啲成功嗰啲，又唔會入去。咁啊，要入去嗰啲，你又係一樣啦。你冇關係咧，又唔會入到去咯。咁呢啲我諗唔淨止係香港有呢咁嘅問題啦，我諗全世界都有咁嘅問題。只不過咧，香港嗰個叫做人工咧，係相對嚟講係超級地高。呢個又千幾萬，嗰個又幾百萬。咁啊，嗰啲真係如果係入得到入去咧，嗰啲真係叫做超級打工皇帝。因為你睇到香港好多上市公司咧，有啲直情咧就差到連糧都冇得出啊，連嗰個印刷嗰個叫做年報嘅書咧都冇錢找，你就知道香港有部分嘅上市公司咧，其實都幾大問題。咁去到呢啲公營機構，佢哋嗰啲成本咁貴，佢哋嗰啲下低嗰啲工作人員都唔會低啦。咁啊，最近有一個踢波嘅波友啦，咁我恭喜佢，恭喜佢就係咩咧？因為佢入咗港交所，咁啊，港交所自然咧就薪高糧準啦，唔會怕俾人哋裁員啦。仲有就係嗰個KPI 或者個需求，即係嗰個唔係定得
好似出面咁樣，即係捽到牙血都甩。咁因為港交所係做緊獨市生意啊嘛，咁係即係咁差嘅就係講緊上年啦，仲係拜登做總統嘅時候就玩緊一個五眼聯盟圍堵啦。咁如果唔係咧，有特朗普幫香港助攻咧，香港嗰個股票市場咧都唔會係咁興旺。咁所以咧，有時啲嘢咧就叫做行運醫生醫病尾啦。咁以前喺鬼佬主政嘅時候咧，嗰幾年應該係最慘淡。一換咗個女 CEO 嘅時候咧，成個勢頭咧就唔同。我就歸咎為係叫做好運啦。咁亦都想同大家講啦，好運咧亦都係實力嘅一種，即係你唔好理佢乜嘢，一換咗嗰個人嘅時候，成個世界都唔同。咁可能係乜嘢咧？因為嗰一位外籍嘅人士咧係巴西幫啦。佢幾年前一入嚟嘅時候咧，就換咗好多嗰啲巴西佢自己嘅班底入嚟，但係可能又係咁巧，又水土不服啦，又面對疫情啦，又面對中國嘅畫三條紅線，內房爆煲，再加上拜登嘅主政陰陰濕濕咁玩五眼聯盟，嗰個時候咧，香港嘅股票交易嘅金額咧係得300-400億都試過，同今天每一日起碼有成2000幾甚至無3000億由上一年嗰個環球嘅 IPO 排第5、6位衰過印度，衰過印尼，到今天現在香港嘅 IPO 重拾 No.1， 咁呢樣嘢咧都係有時候就係有咁啱得咁巧，換咗個好運嘅人，成件事都唔同啦。咁你睇下叫做利物浦之前高普打落江山，點樣去打都攞唔到嗰個聯賽嘅冠軍。一換咗條肥佬，嗰條肥佬可能佢嘅凝聚能力好高啦，咁令到好2-3下手勢又攞到冠軍，又包括埋曼城年紀老化，令到冇咗競爭對手，千年老二阿仙奴頻頻失準。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嘢，你話佢打得好又好，或者係人哋打得差又好，唔緊要嘅，只要你係 No.1， 人就係記得個 No.1。我哋係睇結果嘅啫，個結果 OK 嘅時候，咁咪就唔需要換咯。我都係咁講嗰一句啦，運氣都係實力嘅一種咯。今日想講嘅咧就係咁多啦，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，拜拜。